曹哥，呢度好舒服啊！係啊，呢個小區空氣又唔錯啊，又方便嚇，係啦，又接近澳門嚇。一行過去就係啦，係啊，係嘛？我都話呢條鴨涌河咧，如果我跳遠啲，而家跳得過去㗎。係好方便啊！ 75歲嘅林炳松早年喺香港同澳門打拼，退休之後因為膝頭哥唔好，想揾一間有電梯嘅樓，但係澳門嘅樓價高企，喺機緣巧合之下，佢喺離澳門只有1牆之隔嘅粵海國際花園置業，開始咗跨境養老嘅生活。因為我哋喺澳門買個2房嘅，有電梯上嘅，年紀大咗，膝頭哥痛，我上樓梯，好貴，都500幾萬。有一日我就同我老闆咧，就喺呢度幾靚啊，黃色噶嘛，問下佢個價錢就 OK 喎，嗱嗱聲即刻拎錢上嚟買呢度咯。嗱，呢度青茂，我就喺嗰度落澳門嘅，朝頭早都係咁，7點鐘。太太習慣住澳門，林炳松就選擇咗留喺內地。對比於其他長者，呢一種每日跨境由粵海國際花園經青茂口岸過關到澳門，大概係10分鐘。佢話同住喺澳門冇乜大區別。呢一種日日跨境嘅生活，亦都可以稱之為雙城養老。阿松哥啊，平時喺邊度買餸啊？就喺呢度啦。哦，就係呢個市場。你買咩啊？嗰隻俾2蚊個夠啊！哦，有買。少少個。每日朝早，林炳松喺內地已經買好新鮮嘅餸，煮好埋再帶返澳門俾太太。太太需要煎藥，佢都一手包辦。佢話雖然佢係自己住，但係都唔算係獨居，日日可以見到屋企人。呢一種近在咫尺嘅跨境生活，對佢嚟講已經成為平常。我就好早起身嘅，每一日我落澳門執好晒佢食嘅藥，我執好晒俾佢食咧，我就去買餸煮飯，等佢中午翻嚟食飯嘅。我今日都係煮綠菜啦，我唔炒菜，因為炒菜太多油啊。糖尿病同埋嗰個腎咧，個肝啊有少少問題，醫生叫佢盡量唔好食肥，日日我都係咁樣煮噶啦。即係日日都係咁樣。係啊，日日如是啊。真係好恩愛啊！唔係啊真係好好啊！曾經喺港澳兩地生活多年嘅松哥，對於香港、澳門同埋大灣區內地嘅養老方式有一套深入嘅觀察同埋見解。喺香港咧就繁榮啲，喺澳門咧就比香港悠閒啲，喺呢度就更加舒服啦，因為地方大，空氣好，真係舒適，嘢又平，係嘛？同我哋當時細路仔翻嚟呢度嗰時嗰個情況真係完全唔一樣嘅，即係自己中國人 OK。相較於中山、東莞、佛山，近年嚟越嚟越多嘅長者傾向喺澳門口岸附近落腳。呢啲地段樓價相對實惠，醫療、交通同埋日常採購同澳門接軌得更加快，加上過關只需要10幾分鐘，返澳門探親、睇醫生、領取社保都方便。對於想延續返澳門生活圈，又希望有更加寬敞嘅空間同埋較低生活成本嘅退休一族，口岸周圍嘅社區成為一個折中又穩妥嘅選擇。我走啦，我喺呢度過澳門啦嚇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截至目前為止，已經有超過10萬名嘅港澳長者選擇咗喺廣東省內定居，或者對於佢哋嚟講，跨境養老早就已經唔係一個選擇，而係一種新嘅常態。樓價更平，居住空間更加大，生活成本更低，吸引咗唔少嘅人走出澳門。有啲人喺故鄉揾返兒時熟悉嘅街角味道，有啲人就喺退休之前早早籌備，退休之後勇敢咁踏出咗第一步。有啲人喺口岸周圍只為咗守護另一邊嘅家人，亦都有人喺新居之中享受緊比澳門更加寬敞、更加自由嘅生活空間。無論身處何地，佢哋都係需要面對日常生活中嘅各種適應同埋挑戰，能夠保留返熟悉嘅生活圈，同時享受更加大嘅空間同埋彈性，啱啱好平衡咗生活嘅品質同埋成本。喺佢哋嘅眼中，呢一個就係屬於自己嘅理想晚年。4個故事，4種選擇，
都係喺度共享緊同一個追求，一個自在、安穩、充滿尊嚴嘅晚年生活。